位亲爱的弟兄们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透早是有欢喜的心情吼，来唱一首诗歌，耶稣在线里。耶稣在线里，耶稣在线里，耶稣在线里，在线里。耶稣在线里，耶稣在线里，耶稣在线里，在线里。 掠上帝做第一，掠上帝做第一，你会发现，你的生命吼，甲人无同款，你的生命一定是得胜的，你的生命是胜利的吼。咱用这个欢喜快乐心情来唱这条诗歌。等一下就做动作哈。 Yeah.
我的演歌，就是我草野乐的作品。今日姊妹，请咱用安全心，用祈祷的心，应对水，甲上帝讲，耶和华，你是我的上帝。 上帝咧甲我鼓励，上帝咧甲我带路。有一摆上帝甲我带到一个山坎，这个山坎下面就是山崖吼，拢总就是山崖里面。啊，左边的时候看到天一边是乌云，天的正面是光明的吼，是一个曙光安尼吼，就光明就亮啊，天空是蓝色的，非常漂亮，就水。然后呢，那个乌云也是一片的。 可是很奇妙哦，上帝竟然有一张树啊，足大丛的，伫这个倒面的所在，然后伊的树影就去遮打这个乌云。哦，迄个画面吼，我就感觉讲，这是一个应允吼。迄上帝竟然是将乌云安那遮杂风雨看过，伊要用光明传咱行去。 迄个感觉是足欢喜，足欢喜。我感觉人生嘛，就有应允，就有预望。我毋茫讲真正，耶和华是咱的上帝，伊真正咧带咱行义的、行预望的路，行有信心的路。咱去低头到尾。